咱在日前来看苗栗的消息，今日是民国111年11月11日，苗栗县这个户政事务所有5对的新人主文要登记结婚，其中有1对佫专工选伫个早起11点登记，伊是要有一个特别的结婚纪念日。台铁局嘛为了要庆祝台中大道的对婚车头建300年，发行这对婚100必见必胜这个纪念卡套。只要咱乡亲也买4张对婚到成功的名片式这个车票，就使换一份纪念票卡，限量2000份。早起9点开放，民众换领透早车头就差不多200-300人伫咧排咧收钱买，甚至3暝都有人来排。苗栗的户政事务所会早气氛真浪漫，新人赶紧来登记结婚，因为今仔日是民国111年11月11。111年11月11号嘛，写出来的话是3个1跟4个1，一生一世这样。今天是1111，然后又刚好民国111年，是很特别的日子，所以我们选择在今天。111年，佮拄到双11日期1月7日，选择了这天登记，除了日期特别好记，佮真有意义。苗栗县户政事务所有5对新人预约登记结婚，其中有1对特别选择下午11点登记。另外，台铁局为了庆祝台中大道对婚车站建300年，来发对婚100百战百胜的纪念卡套，限量2000张。下午9点开始发，现场就来200-300人。5点来的摆着，才会30个啊。香港来台湾读书，来台湾读书。啊，你买这么多，你是要送给香港的工作朋友？100年100周年的那个票，然后还有拿100分的意思嘛？真侪民众为外县市特别走来到台中排队买，个人真一暝就来排队想要抢头一个。只要购买4张追分成功的名片式车票呢，就可以兑换一个我们今天的。追分成功100战100胜的纪念票卡。台中对婚车头真有名，真侪科生拢会特别来到这买对婚到成功的车票，向定对婚成功。台铁推出纪念卡套，毛铁记路的民众拢稍微来买。